Hello，大家好，我係 Jordan。咁今日同大家講Sierra Sea 係啦。咁因為我發覺咧，同好多人傾嘅時候咧，就都仲會問我，Sierra Sea 係喺邊嘅咧？咁樣。咁今日就趁呢個機會就同大家俾一個簡介啦，係啦。嗱，咁我會俾個 short answer 先。Sierra Sea 向邊咧？向西沙。響西貢同埋沙田嘅中間就係叫西沙，係啦。咁佢個重點係咩咧？規模極之大有幾大咧？成個西沙即係 Sierra Sea 嘅項目，佢嗰面積係800幾萬尺嘅咁我上網 check 過咧，而家迪士尼講緊香港迪士尼講緊都係1000萬平方尺鬆啲嘅啫，係啦。咁即係話其實成個西沙就差不多等於一個迪士尼咁大㗎啦，係啦。咁爭在你一出街未有呢一個米奇老鼠去招呼你咁解啫，係啦。咁而確實佢嗰個發展都係傾向以真係度假式樂園嘅即係住宅項目咁去發展嘅。OK， 俾少少想像大家係啦，可以類比一下佢嗰個嘅規模之大有幾大咧？嗱，成個西沙項目咧有9600幾伙，差唔多一萬伙咗緊啦，就等同於一個太古城，又或者一個沙田第一城，係啦。咁沙田太古城就大少少嘅座數咁有61座，係啦，有12000幾13000伙咗緊啦。OK， 好啦，咁而沙田第一城咧就1萬伙多啲，咁有大概52座咗緊啦。係啦，咁而西沙呢個 Sierra Sea 咧，其實就有大概46座咗緊，係啦46、47座，咁分好多期發展㗎啦。OK， 咁可以想像得到啦，呢一個係將會香港歷史上係啦最大型嘅屋苑，或者叫指標性屋苑之一。OK， 咁佢發展商係新鴻基啦。咁新鴻基有一個叫做即係地產界愛馬仕之稱㗎嘛，即係佢起嘅樓都係靚㗎嘛。咁可想而知，其實呢一個發展項目其實都係超級靚、超級豪，係啦。好，咁點解要講咧？就因為嚟緊會出新嘅價單，咁都好快㗎啦。咁都所以就想介紹下。咁嚟到2025年12月尾就快26年啦，咁佢其實就出第3期啦。今年4月嘅時候咧，25年4月就出第1期，係啦，跟住就再出埋第2期。OK， 咁賣咗2期噶啦。咁2期嘅反應都好好，基本上都係1Q 清咁滯噶啦。OK， 好啦，咁所以第3期基本上預計都更加好，再加上其實1、2期咧一啲二手嘅業主咧，其實已經係講緊再賣翻出去已經賺錢噶啦。賺10幾個%添同埋嗰個租金回報率都好好over 3，係啦。咁所以嚟緊第3期啦，其實佢叫2A 期嘅，係啦，即係第3輪嘅開售啦。基本上咧可想而知反應都係即係好唔錯。OK， 嗱，講少少屋苑嘅今次第 2A 期啦，我哋叫係啦，賣啲乜嘢咧？賣一個叫 Coral Avenue。係啦，珊瑚嘅大街係啦，中文係啦，英文叫 Coral Avenue 基本上都係以海嚟做名字啦第一期叫做 Aqua Avenue， 跟住第二輪咧叫做 Blue Avenue 咁到今次咧就 Coral Avenue 係啦，咁都係4座嘅，係啦，1、2、3、52A 期 Coral Avenue 1、2、3、5涵蓋咧就1房至到3房。係啦，實用面積最細就275尺，去到最大835尺，係啦。OK， 咁佢嗰個今次嗰個座數咧，或者嗰個樓嘅方法咧，嗱，咁值得提就係佢成個Sierra Sea 佢嗰個期數咧，好似花瓣咁樣嘅，係啦，佢係花瓣式咁樣去。每一輪都一塊花瓣咁樣嘅，佢個樓法咧啱好咧，係望到晒啲靚景嘅。咁而西沙呢一個位咧，佢正係處於一個我哋叫做半島嘅
嘅狀態。咩叫半島？半島就三面環海，係啦。咁好誇張嘅係真係好似半島三面環海。咁後邊咧就係睇山㗎啦。所以咧屋苑咧大部分即係單位咧，其實會望到一係就好靚嘅海景，又或者係好靚嘅山景咁樣樣。OK， 好啦，咁而每一個期數咧，佢都係有4座咗緊嘅，係啦。咁第一座就最低層數、最少層數，係啦。跟住如此類推，去到第5座最高層數，係啦。咁亦都因為咁樣嘅起法咧，佢就會呼應翻個名叫 Sierra。Sierra 響西班牙嘅名稱就叫鋸齒狀，係啦。咁佢嗰啲樓就係鋸齒狀咁樣樣啦，係啦。OK， 好啦，咁2A 期記住咯，有4座，係啦，涵蓋1房去到3房，最細275尺。咁雖然價單未出啦，但係估計應該佢可能都會做到係挨近300萬，甚至乎好似去翻即係最初嗰期數最平嗰單位299萬都唔出奇啊嚇！不過而家個市就升咗啦。係啦，咁我估佢開嗰個尺價都會高咗啦，係啦。之前最平咧係真係唔過1萬蚊一尺嘅，9000幾蚊一尺就十分之抵，係啦。我估佢嚟緊發展商最新嘅開價咧，大概係11000至12000蚊尺咗緊啦，係啦。咁應該都會有啲係一萬頭咁樣樣嘅，係啦。咁但係希望都有啲驚喜價啦嚇，咁樣樣。OK， 咁Sierra C 最新一期就係叫 Coral Avenue。係啦，咁如果有興趣嘅就可以揾翻我啦，係啦，我哋可以約睇，係啦，OK，我係 Jordan，唔該晒。